来这个台北捷运日前发生着随机伤人的事件，代志发生的第一时间，有3位民众出手来控制这歹徒，一位是警官，一位是替帮小的总铺，一个是中医师。台北市长蒋万安今仔日颁奖表扬，向3位英雄来致敬，讲因是真正的勇者。这3位勇者打来坐这个台北捷运，全世人拢免钱。 请市长颁发捷运终身免费搭乘票卡。终身免费讲会到做会到，台北市长蒋万安拜二的市政会议前，邀请进前伫捷运随机伤人事件中压制歹徒英雄来到市政府，真心表达感谢。我想，这不仅是对于他们的鼓励肯定，同时也是对于愿意挺身而出、见义勇为的民众向你们致敬，也同时表现台北市。 我们依然是富有正义感。真正英雄第一时间夺倒的姓氏的警官，受起了当时危急的情形，伊承认讲无加伤，更加学到受伤学生当时反应是避免伤害扩大的关键。一定会义无反顾地保护车厢内所有的市民。赞扬这位学生，虽然受伤了，手持刀子的手把他架住了，避免他再次的伤害。 这号歹徒，我可是大家做伙合作，市政府嘛找到另外2个无名英雄，同时做伙压制2个人当中穿黑色的衫，这个是参饮界一个总铺师姓简，另外一个穿朴色外套，这个是姓李的中医师，是前后结讲2个人嘛分别得到10年以及4年免费车票。有关未来捷运车厢甲车站的安全，要怎确保？市政府嘛有新措施。加强整个巡查以及保全人员警觉性。 那接下来我们会来增设，绝对不允许拿出危险器物品的相关警示标识。控管风险，市政府会加强预防的手段，嘛向见义勇为的英雄致上最高的敬意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